遍，然后再来唱2遍。第3首，研读易经之正确观念及次序，调记南都夜曲，请参考。听讲义译诵资料。研读易经之正确观念及次序，调记南都夜曲，请参考听讲义译诵资料。
欢念及次序，调记南都夜曲，请参考听讲义译诵资料。就是告诉我们研读易经的正确观念啊，跟它的次序啊。当然，我们研读易经之前啊，这一个观念要正确。就犹如我们研究过河图啊，河图中央的50，对不对？我们一个人中心的思想，我们如果建立的正确了，哦，那么往后呢做任何一件事情也偏不到哪里去，哦。那么这个研读易经也要有它的次序，对不对？有的人从经文入手，有的人从释传入手，然后我们的易经班是从合肉，合肉就是易经的本源，那么我们第二首后面最后一句话就有跟诸位提到，追根探源，造化本初象，我们研读易经，我们要去追根探源，那么易经来自于河图，对不对？那河图它是一幅图像，没有文字，那么这就是易经的本源。那么我们把它了解几句好了。第一首
超越时空，揣摩天书命，啊，超越时空，就像之前跟诸位提过的，啊，易经它是超越时空的，哦，因为易经是四圣所著，四圣所说的话皆是真理，真理它是不受时空所限制，它可以粉碎时空之藩篱，好，那么揣摩天书命，这个天书当然就是指我们每一位所读的这一本易经，有人称它是一部无字天书。哦，有人讲易经就是一本无字天书，啊，毋过外口的易经，咱若家己摕起来看，每一本拢遐厚，内底文字拢密密麻麻，对无？看到头壳都疼。哦，啊，其实易经它本来没有文字的啦，啊，后来圣人再把它加诸于文字，或者是读过易经的先进们，他们的这一个心得，啊，把它加诸于这一个解释，啊。那么，让我们读易经的人从文字的般若，然后去起关照，哦，也是一个方便法门呐，哦。可是我们如果从河洛基入手，哦，当然我们轻松的多，哦。那么揣摩就是探求万所，哦，也就是说我们读易经，我们要去探求万所，以其得其真相，哦。那什么叫做真相？就是真正的圣人的圣意，啊，圣意。那么我们读易经，不是限制在文字的表面上，啊，读易经有它的弦外之音在里面，啊，比如说诸位啊，来到易经的这个教室，啊，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要把它听有什么东西。没有，哦，我们刻意的要去听有没有东西呢？没有。可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做下来，12周之后，似乎又好像有东西，哦，不但好像有东西，又好像值回票价，哦，所以我们读易经就是要慢慢来，哦，每一次我们都把它沉淀，然后呢。一直累积，啊，那么12周应该就会发现有东西，啊，那么圣人真正的圣意，要靠我们去意会，啊，所以读易经不是限制在文字表面上，它要加上的这个意境，啊，那意境是要慢慢去培养的。哦，不能速成的。那易经不是老师教的，是诸位去体会，哦，去累积的，哦。所以真正的要讲易经，我们初级班这个讲义两堂课就讲完了。那个用念的对不？这本2节就拢读了啊，读了，嘛无感觉啥物对不？哦，一定要慢慢的去拖那个时间，哦。为山为水，公天公地，哦，让诸位的心境慢慢去提升上来，你们才能够去体会，哦，不然要直截了当去讲，哦，有时候呢，也不能意会，哦，所以读易经跟一般的学问，当然有一点不一样，读其他的经典也是一样，哦，要去体会，第二首腾云驾雾，朦胧烛飘零，腾云驾雾当然是神仙啦，那我们读易经的人，我们也不想要做神仙，对不对？如果我们透过读易经之后，往后在人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一个活神仙，那也不错，对不对？我们去亚当说了啦，免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一个活菩萨。那就很棒了，哦。那么寡过之机，切勿谋炫耀，寡过就是减少过错嘛，对不对？那么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少私寡欲，萧疏寡用，那么这好像是在19章，
哦，绝成气质民利百倍，绝于气于民福好处，作卡气于得见如有。处三者月文不足，个人有所属，见所匏卜，敲书挂用。哦，就19章对。哦，那么老子他不要我们决意，因为我们是人嘛，凡是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贪嗔痴爱，都有脾气跟毛病，对不对？哦，他说要我们寡欲，清心寡欲，这样就过了。好，那么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减少过错，我们的智慧就能够开启。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怎么开启智慧？就要戒。以佛法的角度来讲，戒定慧。我们知道3藏12部，5000多卷的经典，那么经律论，对不对？律就是戒律，经当然是所有一切经典，所有一切经典都是当初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戒律也是。那么戒律，当然顾名思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能自我约束的话，我们心不能定下来，心不能定下来，智慧就不能开启。所以我们读易经，就是透过这一本有形的易经，而去开发我们自己本身潜在的那一部易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易经，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自己那一部易经把它开发出来？当然要先借着有形的易经，那么寡过之机，当初圣人他就是充满了智慧，所以凡事呢，他能够先机而发，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就知道，他就知道那个预兆，对不对？那我们的课程里面有教诸位卜筮，为什么要叫诸位卜筮？因为卜筮是易经里面所固有的。那如果说用我们的智慧不能判断，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动卦。透过卜筮演出来一支卦，来给我们指点迷津，还是要用智慧去判断。那如果说圣人他也不用演卦，凡事来龙去脉他都知道，对不对？因为他能够先机而发，那种没演卦，对吧？所以演卦它也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过程，不是就近。那么先人他是见机而作，先人当然是比圣人还差一点点的，那叫做贤人，对不对？他能够见机而作。什么叫做见机而作？他发生事情了以后，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愚人是思机而肥，愚人不是很笨的人，愚人是很聪明，可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的这一种人，他们往往都失去了机会以后，在那里后悔莫及，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那至少我们能够达到见机而作也不错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伫这个人世间，伊拄着不如意的代志，伊拢一直感觉讲，哎呀，我唔知是安怎，哪会拄着遐尼歹的代志，唔知是安怎。碰到事情，那当然是一个果，对不对？那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事出必有因嘛，事出必有因嘛，所以他不知因，当然他不知道果。菩萨为因，众生为果。菩萨惊因，众生惊果。那这当然是佛法方面的。那么圣人告诉我们要寡过之机，切勿谋炫耀。也就是说，我们读易经的人，尤其是我们的易经的课程里面有教诸位卜筮，对不对？
以后各位这套古诗的功夫，如果学起来了以后，我们不要去炫耀，更谦虚。那么这是第2首，第3首呢有提到安内攘外，既言是传子。安内攘外，安内就是内圣，攘外就是外望。我们一个人要修内圣，然后再去行外望。就有如大学的8条目，我们知道大学的8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是内圣，对不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外望。那么当初释迦牟尼佛他也提到了先自觉，然后再去觉他，先自觉，然后再去觉他，最后达到觉醒圆满，人家才成佛。那中国儒家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都是我们易颂里面所说的安内攘外。那易经里面也有提到行上之道，跟行下之气，这就是安内，这就是攘外。记述在《系辞传》的第8章第5节。孔子当初所说的“是故行者上者谓之道，行者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辩，推而行之谓之通，己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那么“是故行者上者谓之道”，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内圣的功夫要充满，然后呢，再去学一些方式，有如卜筮啦，对不对？天文地理啦，医学命相啦，等等，佛术的3叶命卜相，对不对？这个都是易经里面所演化出来。那提到这个气，我们星云这里的易经研习班，我们这一班是第2期，对不对？第2期，而我们之前的师兄师姐们，他们是第1期，他们是礼拜五的，礼拜五的，从民国99年的12月，就开初级班，他们第1期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就是3月16号，那么我们第1期的学员，礼拜五，就进入到堪舆学的课程的研究。那之前他们就是研究这个卜筮经解高级班，我们卜筮经解有一个高级班，我们有2本讲义，总共有300多页，全部都是诀窍，那么什么叫做卜筮经解？卜筮就是要教诸位的眼光，眼光里面有诀窍，所以眼的观不是一个尔，人人都有骨头，那么卜筮里面的诀窍，我们用精辟的解释，讲义总共有2本，有300多页。我们第1期的学员，他们在3月9号已经结业了，3月7号毕业，3月10日伊就进入到堪舆学的课，这就是所谓的行下之气。这都是一些方式，要让我们去好好去善用它的，那么要学这一些行下之气之前，一定要先建立行上之道。以前我们在其他的地方要进入到这个高级班，我们都有门槛的，都有门槛，不是每一个人要上去就上去的，都有门槛的，观念没有改变，我们当然不让他进来，所以研读易经的正确观念，这个要正确，非常的重要。或者是我们现在研究初级班，然后呢，往后再研究中级班。那刚刚在上课之前，我们有一位学员，我们李小姐，她就在提到，那么以后是不是要上中级班？那中级班现在还没确定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在初级班，那到时候要看大家的意愿，大家喜欢上中级班，我们就少数服从多数啦，过去都是这样，那么中级班之后，我们就
也有安排一个课程叫做释传班，安内攘外，纪言释传子。这个释传就是续卦传、说卦传、杂卦传跟系辞传。续卦传是当初孔子所说的，说卦跟杂卦是来自于夏朝商朝的时候就有。系辞传就是2500多年以前孔子所说的，总共有16章，那么里面内容非常丰富，那么我们的讲义里面就提到，我们要继续研读释传，里面的内容浩浩荡荡，犹如我们心灵的一顿非常丰盛的盛宴，因为它就是我们精神的粮食，好，那往后啦，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续演啦，好，那我们一诵就了解这几句好了，我们把它收起来，好。上回有跟诸位提到邵康节先生的安乐歌，邵雍的安乐歌《逍遥韵》，我们今天有带资料来，那我们先把它拿出来看一下也可以的，那作是邵康节先生的诗，那么邵康节先生的安乐歌《逍遥韵》，茅屋半间任逍遥，三尽其趣宾客少，观的是无名花和草。听的是牧野琴声叫，喜的是青山隐隐，乐的是绿水滔滔。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唉，叹人生容易老，终不如盖一间安乐窝，自在逍遥。上弦的是琴棋书画，下坠的是渔夫跟樵，闲了把琴敲，闷来河边钓。吃一杯杜康酒，乐陶陶。这滋味虽人知晓，我只把愁山推倒。又曰：彩色名利为世所轻视的不动，然后见人。人生常有两般愁，愁生愁死为欲修。或向利中穷利己，或为名上尽心求。名利唯恐晚到手，未老以闻先白头。我有何功绩比上，其间吊臂两无忧。这种较早邵康节先生讲，听到这个歌声，就足欢喜的，当然无嘛，更欢喜啦，有愈欢喜，第五其来有一生，36宫都是春，这个都是邵康节先生的诗，第五其来有一生，一生还有1000婚，人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下一中分造化，人与心脏起经纶，天人应有两半一，道不虚行，只在人。那么36宫都是春，耳目聪明男子身，红军赋予不为品，虚探夜枯荒之物，位列天根岂是人？前欲训使为夜枯，地鸿雷处见天根，天根夜枯闲来往，36宫都是春。那么这个36宫都是春里面那内容可丰富了，对不对？简单跟诸位讲一下好了，因为你要学到卦，所以这内底讲到不能的卦。耳目聪明男子身，耳就是坎卦，目就是离卦，耳目聪明男子身，红军赋予不为品，红军就是红军老祖，红军老祖，红军赋予不为品，虚探夜枯荒之物，位列天根岂是人？这就是下丹田跟上丹田，虚探夜枯荒之物，位列天根岂是人？前欲训使为夜枯，地鸿雷处见天根，这就是卦了呢。前欲训使为夜枯，地鸿雷处见天根，这两个卦。天根夜枯闲来往，36宫都是春。这个天龙卦是午夜卦，这个是11夜卦。午夜就是芒种跟夏至，5月就是芒种及夏至。11夜就是大雪跟冬至。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
这就是阴阳消长的2个卦。哦，如果有在练气的人，他们就非常的清楚。哦，夏至一阴生，夏至就是5月，古历的5月。哦，5月天气要足热啊，对不？不过已经一阴生啊呢。哦，这个表面上天气还非常的炽热，可是地底下已经在酝酿那一股寒气。哦，11月是冬至，哦，冬至11月还是很冷啊，可是地底下已经酝酿那一股阳气。哦，这2个卦，哦，一个是一阳生，一阳生，这个是一阴生。哦，所以有一首诗叫做阴阳造化妙无穷，2字还相一九功。若能了达其中意，天地都来一掌中。2字，2字就是夏至跟冬至。哦，这阴阳消长之理，所以有人在讲，我们人以天地同以三才，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够以天地同长久呢？因为我们人不知阴阳消长之理。所以我们人跟天地合以三才，我们基于天地阴阳之中，我们人要怎么样去占天地之化意？从易经12月必卦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知道一年有12个月，一年有4季，有24个节气，一年有24节气。24节气，正月、立春跟雨水。过去我们背这个24节气，我们都是背台语的。正月立春雨水渐，2月惊蛰吉春分，3月清明变国雨，4月立夏小暖风，5月蒙震吉夏至，6月小暑大暑冬，7月立秋还处暑，8月白露秋分芒，9月寒露并霜冻，10月立冬小雪冻。主月大雪冬至节，主月就是11月，秋月小寒大寒冲，秋月就是12月。这一年有24节气。24节气有72候。那么我们人都活在这一个4季12个月24个节气里面。那么我们人的这个频率跟天地的频率都息息相关。所以咱定常听迄较老辈咧讲，特别做风台有无？伊就知影，伊的身躯就是气上大嘛。特别做风台，伊身躯就开始咧酸痛，有无？十个较老辈做伙就是安尼。为什么天气咧变，伊的身躯不则会酸痛？这就是我们人跟天地，就是呢息息相关的。那如果说我们以抗力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圆周360度，对不对？里面有120个分金，有48个有字的，其他的都是空网跟龟甲。当然，我们人基于这天地之中，一定呢，有它的一个规则在里面。那么整个这个地球，整个天地，它是一个大的磁场。那当然我们研读易经，易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天地的大自然，易天地准，不能迷论天地之道，已经跟天地同一个标准。那么上一回有跟诸位提到了这一个卦，当然以后我们先天八卦把它组合起来，我们就更进一步能够去了解。那么这个乾历巽时为夜哭，地洪雷处见天根，天根夜哭常来往，36宫都是春。什么叫做36宫？也就是易经60卦，上经有18宫，下经有18宫，加起来就是36宫。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研究过易经60卦384爻，所有的卦爻辞之后，我们每一天都是春天。有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易颂》，
我们不要去成瘾驾物，对不对？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就是一位活神仙，所以读易经，读懂也好，读不懂也好，只要我们能够坐下来2个小时，我们就凝聚了这一股善的因缘，对不对？我们读不懂易经也没关系，只要我们能够快乐就好，对不对？读易经要快乐，所以诸位来上课听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就把清醒换轻松，快乐一点，听不懂至少也听1句2句啊，1句2句嘛没歹啊，对不？好，那我们再接着上一回的课程，我们换到讲义的11页，11页，刚在第一节还没上课之前，我们上课之前有我们服务人员就提到，我学员在说上一回先天八卦的形成是不是可以再讲一遍？好，再讲一遍，但是我们用比较快一点的速度好了，那么上一回有提到《系子传》里面第2章第1节提到了是故亦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对不对？是故亦有太极，就是从太极演化而来。好，太极我们就把它画一个一，诸位如果不要画一，画1点也可以。这个一就是所谓的阳爻嘛，那现在西方他们读易经，他不这样子画呢，因为安尼啦0 1，比如说好，假设水火，好，水火既济好了，这个是0 1 0 1 0 因为安尼啦，为安尼嘛是对啦，嘛是对，电脑的开端的原理就是一个阳一个阴嘛，对不对？那来自于易经嘛，好，我们把它当作一也可以，当作一个点也可以，好，这个就是太极，太极会生两仪，两仪就是一个阳一个阴，都是由太极演化而来。那太极是一个纯阳之体，可是纯阳之体里面也有阴的质，阴的劲，有阴的劲，所以我们在写这个阴，对吧？这叫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就是一个阳再生一个阳，一个阳再生一个阴，好，一个阴再生一个阳，一个阴再生一个阴，好，这个叫做老阳，这个少阴，这个少阳，这个老阴，这个当然是阳仪，这个是阴仪，好，就这么简单。两仪会生四象，四象就是老阳、少阴、少阳、少阴。少阴跟少阳怎么分别？我们就看最上面那一爻，阴爻叫少阴，阳爻叫少阳。这个2个都阳爻叫老阳，2个阴爻叫老阴，这比较容易分别，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四象？从两仪分化而来。人生也不能没有四象，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那么阳中呢要带柔，刚中要带柔，柔中要带刚。我们一个人待人处事不能太刚，对不对？太刚易折。我们知道那一个铁，钢铁它容易断，虽然非常刚硬，可是它容易断。铁就不容易断，铁它比较软，对不对？你就折不断，所以太刚的话就容易断。
易经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刚中要有柔，柔中要有刚，这就是四象。好，男孩子比较刚一点，对不对？可是太刚了，他的另一半他就不甩他，对不对？哦，而女孩子呢，哦要柔一点。女孩子如果太刚，就是女强人，对不对？哦，女强人她的先生当然要温柔一点。哦，她的先生如果也跟她是强的话，哦，那当然就会比较会有冲突。哦，所以易经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呢要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是四象。老阳再把它拿上来，老阳再把它拿上来，老阳加一个阳，老阳加一个阴，这就是乾卦嘛。这是对卦。那么少阴把它拿上来，少阴把它拿上来，加一个阳，再加一个阴，对不对？这就是离卦。这就是震卦。这第三卦、第四卦，1、2、3、4，乾1对2离3，这是来自于这个阳语。那么阳语是阳，可是来到这里又有阴阳，来到这里也有阴阳，对不对？乾是阳卦，对是阴卦，离是阴卦，震是阳卦。好，阴语来的少阳，把它拿上来，少阳把它拿上来，少阳加一个阳，少阳加一个阴，这就是巽卦，这就是坎卦，这第5卦，第6卦。老阴我们把它拿上来，老阴把它拿上来，同样都是加一个阳，再加一个阴，都是一个阳一个阴而已，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艮卦，这坤卦，这第7卦、第8卦。所以5、6、7、8里面也有2个阳卦，2个阴卦，这是阴卦，这是阳卦，这是阳卦，这是阴卦。那么阴爻只有一个，物以稀为贵，它是阴卦；阳爻只有一个，物以稀为贵，它是阳卦，这个也是阳卦，这个当然是阴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8卦，也不用死背，不用死背，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诀窍，知道它的原理，看到我们就知道，所以易经就是以象，以象来论，那当然就是非常简单，对不对？那么以这个象再去推到它的气，跟离，当然当中有数，气跟数它是并行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天地万象，我们可以从理气数象，这4个角度去切入，那么很多人他都不知道这个理气数，他只有在这里瞎子摸象，对不对？所以人世间很多事情他都被迷惑了，拼规世人，到尾人挖一个窟窿，对不？你就跳来了，所以我们研读易经的好处就是这样，古代的圣人所遗留下来的智慧，好，我们这个8卦重新把它写一下，好，我们重新把它画一下，好，第一个卦是乾卦，兑卦、离卦，震卦、巽卦、坎卦，艮卦、坤卦。所以我有跟诸位提过，乾1兑2，离3，震4，巽5，坎6，艮7，坤8。
对不对？那乾卦，它的八卦歌叫什么？乾。哎，对，哦，很厉害哦。好，兑卦呢？离卦呢？离中虚。哎，对。震卦。震阳离。哎，对。巽下过。对。坎中蛮。好，对。艮不完。哎，对。坤六遁。对，哎，我们这一班不错哦。那么乾卦它的卦象代表什么？天。兑卦呢？这个很重要。以后我们64卦的组合就用这个卦象去组合啊。火、雷、啊、风、水、山、地。好，当初伏羲圣人的厉害就在这里，他画了这个8个卦，代表天地间8个自然的物象，就是天地、日月，这个就是月，这个就是日嘛，啊。那么山泽雷轰，天地定位，三者通气，雷轰相碰，水火不相胜，这就是八卦，那么上回有跟诸位提到这个离卦跟坎卦，今天再跟诸位补充一个兑卦，兑卦。我们把它的卦德写一下好了啦，这是乾卦，离卦，震卦，巽卦。我们读易经就是要先去认识卦，要先去捌这个卦，以后我们就非常轻松了。如果这个卦我们不去认识它，以后我们就在文字那边再打转，转不出来。好，乾卦它的卦德，我们看这个表格，好，11页的表格，卦象，八卦跟卦象我们都知道，数象也知道，方位我们不管它了，不管它，方位跟五行我们暂时不管它，人生。人生乾为首，兑为口，乾就是咱人的头，兑卦就是咱人的口，离卦就是目睭，震卦就是足，这是人生，巽卦为骨，坎卦耳，艮卦手。坤卦为腹。刚刚我们读的那一首36宫都是春，对不对？是不是坎卦？木是不是离卦？这是什么卦？济济卦。耳目聪明男子生，耳目聪明男子生，红军护羽不为贫。虚探夜枯荒之物，位内天根取之人。在讲水火既济，水火既济，这是水，这是火，这是肾，这是心。我们一定要心能够低下，要先低心下气，这个水才可以打上去，这是济济卦，耳目聪明男子生，就是这2个卦，那么兑卦为口，我们人生为口，动物象，动物象这个乾为马，兑为羊，对不对？离为彘。彘是什么？彘就是山上的野鸡，震为龙，巽为鸡，这是我们家里所养的鸡，坎为豕，就是猪，
那么更为狗，这个是牛，这是它的动物相，这种免背咱知影一个就好，那么跟诸位报告的就是这个卦，这两个卦，对卦为口，对卦为阳，对卦为心法。那什么叫做心法？就是要让我们的小人之心转变成君子之心的方法，那叫心法。我们读易经，我们要让我们的君子之心道长，小人之心道消。在哪里呢？在杂卦传。我们把它翻一下我们的经文，杂卦传，就是最后面，最后面那一句话，所有的经文的最后面那一句话，我们把它翻到杂卦传，好了，小本的这一本，以后我们来上课都把那个小本的带过来，我们不上小本的啦，我们就是上我们的奖励码。小本那个是高级班的课程的内容，没有解释的，都是本文，我们在初级班就特别送给诸位这一本易经经文，我们翻到杂卦传第几页？259，好，我们把它翻到259页，杂卦传，我们刚才讲过，这是四传之一。四传就是从夏朝、商朝那时候就有了，杂卦传就是用一个字、两个字将整个卦的含义把它带出来，有如画龙点睛一般。比如说乾卦，它就是刚；坤卦就是柔，对不对？乾刚坤柔，必热是忧，临官之意，后以后求，对不对？乾刚坤柔，必热是忧，临官之意，后以后求，屯见而不失其机，门闸而助，正其也，艮之也，属易盛衰之时也。大气时也，无妄哉也，萃积而生不来也。谦耕而益殆也，适合时也，必无色也。兑现而训乎也，训乎也。搁一届啦，搁一届。所以有当时食老拢会失电啦，你若像阮这个年岁，你就知影。杂卦传，乾刚坤柔，必热是忧，临官之意，后以后求，屯见而不失其机，门闸而助，正其也，艮之也，属易盛衰之时也。大气时也，无妄哉也，萃积而生不来也。谦耕而益殆也，适合时也，必无色也。兑现而信乎也。水故也，谷则次也，波浪也，复还也，静坐也，明理诸也，紧通而棍相依也。显数也，很久也，患离也，解之也，简难也，癸外也，家人内也，否太缓其类也。大壮则止，钝者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气故也，鼎起心也。小过也，中乎信也，风多故轻寡离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细寡也，理不除也，息不尽也，寿不亲也，大过颠也，以养正也，既定也，未济难之穷也。归灭女之中也，见你归待难行也。过义也，罗易刚也，怪节也，刚节罗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绕开求进步啦，那么最重要是后面那一句啦。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就是讲，咱读易经的人，君子少年绝对伫咱的心内。咱的少年之心，慢慢啊，互淡薄，君子之心，甲提升起来，安尼，所以以卦来讲，就是这个对卦，对卦为心法，简单的说，就是将小人之心要把它变成君子之心的方法，叫心法，那么另外一种心法就是三宝的心法，那这当然是更深了呢。三宝心法，佛家有三宝，对不对？佛法僧，天也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
人有三宝，精气神，对不对？道也有三宝，观、觉、应。哦，所以以卦来讲，就是这个对卦，要得到三宝心法。为什么？因为对卦，它是这个口啊，对不对？心法，真正的三宝的心法，不可说啊，不可说，不能说，不好说。火说不能说，不好说，歹讲。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迄就是心法啦。哦，以卦来讲，就是这个对卦。好，那么动物相为阳，对不对？阳，这个是什么？就是太极嘛。这个呢，阳明嘛。而以人生来讲是口。好，心法就是善法，心法就是善法，就是善法。所以《六祖坛经》里面才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得到心法的人，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在《金刚经》里面有提到，当初释迦牟尼佛，我们知道金刚经》是一部大圣经，对不对？金刚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跟他的一位弟子须菩提两个人在一问一答当中完成的。我们知道须菩提他已经成佛了，然后他为了要跟释迦牟尼佛演这一部《金刚经》，他在道庄于人间当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金刚经》就是须菩提跟佛陀在一问一答的当中而完成。《金刚经》的23分，就有提到尽心行善分。过去我们读《金刚经》，我们都读台语的，然后或者把23分的本文把它练一下，然后我们把它了解一下这个善法，这个善法，金刚经23分，静心行善分，福处诸菩提，修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这是这个佛陀所说的，要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当然就要修这个一切的善法。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当初释迦牟尼佛他讲经说法，他是非常圆融的，他唯恐后来的众生领悟错误了，他又叫一声须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所言善法者，即非善法。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金光经很有趣呢。我们知道《金光经》是一部大圣经，它完全都在破相，它就像一支非常利的刀，改成一支刀，竹来刀直接破入去到咱的心脏，所以呢，《金刚经》23分当中就有提到这一段，佛陀告诉须菩提，表面上是告诉须菩提，其实他是告诉我们未来的众生
须菩提也知道未来众生就会这样子去误解，所以他就反问这个佛陀，佛陀就回答他嘛，其实就是要回答给我们知道的啦。人娑婆地人过去都已经成佛啦，人拢知影我们知道佛的弟子有一位智慧第一的是谁？文殊嘛，对不对？文殊师利菩萨，有一个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一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对不对？目犍连神通第一的，到后来他又被乱石压死嘛，叫乱救地形嘛，伊敢我都通出来，有，伊嘛我都通出来，伊为什么要过去落石牢，甲地死？因为他要了这一个因果嘛，那么释迦牟尼他说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修一切善法，所言善，他叫这七菩提，须菩提所言显法教，再加一个法，抱歉，所言显法教，如来说，如来说，就是如来说，站在佛陀的立场来说，就不是善法，即非善法，不是善法才是善法。我们听起来像有矛盾，对不对？其实它没有矛盾啊。我们刚刚讲过，佛讲的法是非常圆融的，就是讲一个人要修炼、要成就、要成就，对不对？一定要修善法，修善法就爱去做善事就对啊。但是做善事不一定在修炼。有人在讲，要修道一定要食菜，对吧？食菜的人不一定在修道。同样的道理啊，要修行一定要去做善事，做善事的人不一定在修行。如果做善事的人，他就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狮子会的全部都成佛了，对不对？三要回要用先回去啊，对不？所以释迦牟尼佛伊就是知影讲，后来众生恐惊误会讲去做善事，安尼就是在修行啊啦，所以伊唔知佫讲一句，如来说，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就是讲，咱若徛伫如来佛的角度来讲，去做善事即个袂使叫做善法，做善事，迄个毋是叫做善法，啥是真正的善法，迄个就是心法，那就是心法。心法我们刚刚讲过的，以卦来讲对卦，对不对？对卦它为口，对卦就是所谓的三宝的心法。还有一个卦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艮卦，对不对？那么艮为山嘛，这个艮卦我们留在第二节课，艮为灵山，这是八卦里面比较特殊的，我们就特别举例出来，让诸位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时间是这个超过9分钟，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各位同学请起立。谢谢。向老师行礼。谢谢老师。